肇慶端州靠山水食飯，七星窯、仙女湖，每年吸引成千上萬人次嚟睇風景。我覺得肇慶人真係好中意飲咖啡嘅。依家係工作日嘅星期一，所以肇慶成日俾人詬病話係一個退休城市。而20公里以外嘅鼎湖新區呢，則就係靠大量嘅智能製造產業驅動嘅。從生活區端州到鼎湖，沿着呢條雙向8車道嘅東鎮大道，佢就好似一條城市嘅動脈，直通新區核心區域。呢度係新區故事，不唱讚歌，只記錄真實。幾年前呢度仲係一片農地，依家呢度已經從零開始建設成一個完善嘅地區。以前肇慶靠旅遊同農業撐起門面，但今日唔一樣啦。工業已經佔到全市經濟總量嘅1/3以上，製造業稅收佔比超過40%。肇慶連續獲評全國先進製造業8強市。肇慶正在從一座旅遊城市變成一座有工業脊樑嘅城市。與其話北邊係生活，而南邊就係產業。超過300家企業喺新區扎根，新能源汽車、汽車零部件、電子信息同智能裝備製造係新區嘅3大主力，兩區累計投資額超700億。喺肇慶嘅舊城區，你可能只係揾到一份3000蚊嘅文職工作，但係響鼎湖新區，單靠製造業已經創造近10萬個工作崗位啦。從產業操作到技術研發，收入都比老城區高出1截。既然產業嚟咗啦，生活配套當然要跟上啦。響平謙同維珍妮嘅交匯處，一個能容納1.3萬人嘅公共服務中心已經啟用啦。呢度落成超過3000套公寓、超市、網吧、食堂一應俱全。工人從呢度步行上班只需要10分鐘。有人問我新區同我有咩關係？如果你關注製造業，你會發現今時今日嘅工廠同你想象中唔一樣。新區製造業已經從1.0邁向工業4.0嘅時代。每一步都喺度證明緊肇慶製造再往產業鏈上游。呢度嘅工廠不比你想象中嘅寫字樓低級，甚至更前沿。下一期我哋將會進入呢啲公司嘅大門，去深入探究一下佢哋每個人同佢哋公司嘅故事。佢哋又係因為咩原因選擇將公司扎根於肇慶新區？我哋下期見。